思南哥，我终于成为你的妻子了，这一天我期盼好久了。思南哥，你来了。你在干什么？一宇，别害怕，有我在。你是谁？我是你的夫君呢，刘家大少刘思林。自从咱们大少爷得了瘟疫以后，就经常折磨死下人。咱们以后可躲着点吧。是。怎么会？我嫁的人明明是二少爷，是刘思南。刚刚跟你拜堂成亲的，就是我。你别过来，别过来！刘思南，你敢在我的面前喊别的男人？地狱，大哥，大哥，放开他！你不想活了？敢来我的洞房闹事，你地狱明明是要嫁给我的，你却把他抢走，还有没有天理了？敢来闹我的洞房，去找爹！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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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要再打了！捣乱！住手！别打了！二少爷，以后一宇就交给你了。你怎么不找？找啊！你找啊！我愿意嫁给你。来人！在。地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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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地狱！思南哥，对不起。
队长，好，谢谢，恭喜刘老爷。您请坐。这刘家不愧是云城首富啊，这酒席办的够气派。这管家女儿嫁给刘家少爷，那可是好事一桩呢。托武市长福啊！恭喜刘老爷，刘老爷。你们看我这玉佩，姐姐，这玉佩好漂亮啊！在哪买的呀？这可是有钱也买不到的，我家祖传的，好看吧？昨天晚上是带着盖头进来的，也不知道怎么出去。好看。打扫好了，我们就走吧。大少奶奶，您这么早就起来了？我这就打水为您和大少爷更衣。那个不用不用，大少爷他还没醒呢，你别去打扰他。喂，醒醒！秀禾，是你吗？你认错人了。对不起，你是昨天刚进门的大少奶奶吧？你是谁啊？你为何在此？我叫郭子欣，是府里的下人，因为得罪了大少爷，被困在这儿1天1夜了。真的是个疯子。多谢大少奶奶。你快起来吧。那你知道怎么逃出去吗？啊？两个去那边，两个去这边。今天找不着大少奶奶，大少爷饶不了你们。
是。可是大少奶奶能去哪儿啊？昨晚听闻大少爷的房间动静很大，会不会像其他人那样被大少爷给？小声点，脑袋不想要。哎，是。哎呦，原来是只狗啊！哎，咱们还是继续找吧。走。松手！一雨，思南哥，是我不好，让你受苦了。昨夜什么都没发生，我把刘思林给打晕了，才逃出来的。这位是？啊，这位是刘府新来的下人郭子欣，这位是刘家二少爷刘思南。你们怎么会在一起？长话短说，我救了他，我求他带我逃出去。多谢这位兄台。没有啊，小的见过二少爷，早就听闻二少爷虚怀若谷，菩萨心肠。这今日一见，果真所言非虚啊，都是大家的谬赞罢了。此地不宜久留，我们还是赶紧先走。跟我走。干什么呀？没事吧？一雨就交给我来照顾了。你尽快离开此地，躲得越远越好，免得被我大哥抓住了。他是不会放过你的。那郭某就此别过了。多谢二少爷和大少奶奶的救命之恩。一雨，你没事吧？那我们走。我还没问你呢，明明是咱俩结婚，为什么我会被送到大少爷那里？我发誓，此事我事先绝对不知道。我昨晚被人下了蒙汗药，等再醒来时，婚礼就已经结束了。我发誓，若有半点虚言，我就被天打。不许你胡说！我相信你。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啊？我是绝对不会让你再回到那个鬼地方的。得罪我爹也好，离开这个家也罢，我们一定要在一起。一雨，可是思南哥，我不想让你为我跟整个刘家作对，这样不值得的。为了你，什么都值得。没人了，我们快走！站住！干
跟我回去。我不，你明明知道我爱的是二少爷，为什么要把我嫁给大少爷？老爷给大少爷找人看过，说是大少爷得找一个八字相合的女子结婚，冲喜，这样大少爷的疯病才能好转，而你恰恰是那个八字相合的女子。我记得许司令的女儿之前跟大少爷就有婚约，不就是因为他疯了，所以才退婚的吗？爹，我是你的女儿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？老爷对咱们家有恩，有大恩。我又是老爷的心腹，是刘家的大管家。难道就因为我是你的养女，所以你就可以把我卖给大少爷，换取你的荣华富贵吗？你放肆！这些年我待你如亲生女儿一样，你不是不知道。况且，我和你的亲生父亲江淮，也是多年的至交。你父母遇害的时候，我没能及时赶到，这是我多年的一块心病。我这都是为了你好。大少爷毕竟是老爷的嫡子，以后老爷不会亏待他的。况且你们现在已成礼，现在说什么都晚了。走，跟爹回去。我不回。千帆说，我和玉情投意合，我爹那边要怪，就怪我吧。不必多说了，跟我回去。爹，女儿恳请你成全我和思南哥吧。带走。小姐，女儿恳请爹放我们走。你胡闹什么？把刀给我放下！你别过来，你再上前一步，我就立刻死在你面前。你们走吧。大管家，回去没法交差啊。什么事我担着。走。女儿谢谢爹成全。爷，我们走吧。一宇，我们今日先在这儿凑合一晚，等明天一早就带你出城。爹，娘，爹，娘，爹，一宇，一宇，怎么了？
又做噩梦了。没事，放心，有我在。你们是谁？你们要干什么？大哥，附近就这一间客栈吗？咱们凑合一晚吧。想在本少爷的眼皮子底下和人私奔，胆子不小啊！大少爷，你看，香囊就是在这儿捡的。你这个疯子，我死也不会跟你走的。死，可没那么容易啊！你生是本少爷的人，死是本少爷的鬼。把二少爷给我保回去，带回去给我爹处决。为什么要逃？你可知道，我们刘家钱庄、码头、酒楼遍及整个云城，就算司令也得给我刘家几分薄面呢。你嫁到我们刘家，那是你8辈子修来的福啊！小女子恐怕承受不起，无福消受。你连老爷都敢顶嘴，你不怕家法伺候你？再次落到你的手中，算我认栽。爹，你要责罚就责罚我，是我要带一鱼走。司台，你胡闹什么？老爷，是一语不守妇道，不怪二少爷。二少爷，你不用替他开脱。对，是我要跑的，跟他没有任何关系。给我打！你要打，就打我吧。好一个情深意重啊！弟弟觊觎大嫂，还敢带着她一起私奔，天大的笑话！爹，做出如此大逆不道之举，你要不严惩，难以正家风。我娘去世了之后，我这个嫡子
在府里的地位，连你这只小白都不如。思南，我平时是怎么教导你的？你竟然做出这等败坏家风之事！给我打！二少爷他一直糊涂，您就饶了他。什么？思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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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思南。丽雨，你怎么来了？疼吗？不碍事。我偷了2瓶创伤药，我来给你上药。好。都怪我。别这么说，其实我已经习以为常了。家常便饭。我出生不好，母亲因为地位低下，处处被人鄙夷。我大哥也时时对我刁难。就因如此，在这个家我处处忍让，从小刻苦努力，就是为了有一天我可以出人头地，让大家不再那么看扁我。可就算如此，遇到心爱的女人的时候，也还是不能如愿。你别说了，这些我都知道。我不能没有你，我不在乎我是不是什么刘家的二少爷，我只想和你朝朝暮暮。要怪，就怪刘思莲横刀夺爱。我相信你，我又何尝不是？我大哥他从小就恃宠而骄，自从先夫人去世之后，我爹对他更是纵容，他做事也越来越肆无忌惮，惹得刘府上上下下对他都极为不满。这些我都知道。这些年你受委屈了。本来因为大哥作恶多端，爹已经决定废除他继承人之位，可突如其来的一场大火，让我大哥得上了疯病。你是说，刘思玲有可能是装疯？有了疯病做借口，多少人不知道被他害死，现在又让你嫁给他冲喜，简直是太过分了。一月，我爹已经发现我们要私奔的意思，最近肯定会严加看管。既然这样，不如你就留在我大哥身边，替我打探他的虚实。一旦查清，我就立刻告诉我爹，让我大哥不能借此害人。我知道此事很为难，不过等我坐上刘家继承人的位置，掌握了刘家的大权，咱们就自由了。到时候，我一定会重新娶你过门。委屈你了，一月。
和你听我解释，你为什么不指挥？别打刘思南！别忘了，你现在是我的女人。大哥，一宇只是来给我送药的，都是我的错，我求你别伤害他。一宇，叫的真亲，就是走，你你为什么要护着他？大哥，我求你别伤害一宇，我们俩之间真的什么都没有。记住了，她现在是我的女人，我想怎样，我就怎样。你一个戏子生的儿子，也配跟我抢女人？大哥，一宇，刘思林，你放我下来！一宇，刘思林，你放我下来！刘思林，放我下来！大少爷，大少奶奶，把它给我好好洗一洗，洗干净了送我房里。是大少爷。刘思林，你回来！看来今夜是逃不掉了。也罢，那我就看看你到底是真疯还是假疯。大少爷，大少奶奶到了。大少爷把我死乞白赖的弄过来，不就是为了这一刻吗？今晚自己睡沙发。怕不是真疯了吧？我不怎么样，我不在乎我是不是什么刘家的二少爷，我只想和你朝朝暮暮。大少奶奶，大少奶奶，已经喂了不少了。彩月，你是大少爷的贴身丫鬟，大少爷平常有什么喜好？他是什么时候疯的？大少奶奶，说来也奇怪，大少爷之前人一直很好，自从夫人离世后，就性情大变，经常伤害府里的下人。几年前，大少爷房中发生了一场意外火灾，自那之后，大少爷就彻底得了疯病。行，我知道了，你先下去吧，我想自己待会儿。你怎么还在这里？难不成是大少爷让你盯着我的？彩月不敢。
完全看不出来到底有没有疯。夫君，这是我亲手为你做的桂花糕，听彩月说你最喜欢吃了。你不喂我怎么吃？夫君，我有个问题，你我既然已经成婚，为何又几日都不肯碰我？你慢点。彩月，我有事出去一趟，一会儿回来。思南哥，一宇，你的脸，我没事。你那儿怎么样？说实话，我也不知道他是真疯还是假疯。我不想再睡下去了。一宇，现在放弃的话，就全都前功尽弃了。一宇。大少奶奶，大少爷的疯病又发作了。大少奶奶，你来到府上，大少爷似乎好了许多。可这今日从外边回来，不知撞见了什么。这家里好几个名贵的碗筷都已经摔坏了。这几日来，确实没见他发过这么大的脾气。突然间，这是怎么了？那就再拿几套碗给他摔。你说我要在这儿划上一道口子，思南还喜不喜欢你啊？你这是干什么？我就想知道思南是真的喜欢你，还是假的喜欢你。大少爷，你忘了吗？我现在是你的妻子。是吗？大少爷，大少爷，大少爷息怒！大少爷，哎呀！我着火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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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思南哥，刘思玲恐怕是真的疯了，我一天都待不下去了，你快带我离开吧。
一宇，辛苦你了。明日此时，我在西巷等你。我先带你暂时安置在城中的隐蔽处。大少奶奶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看一下给大少爷熬的汤药。我得把它支开，这样才方便逃走。大少爷这次的病似乎比较严重，大夫新开了一副中药，交代要熬2个时辰呢。这药我来，你先回去吧，我亲自送。是。大少奶奶，奴婢告退。快跑！快，这里，后面，都好了，都好了。千万别出人，听见了吗？别拿跑了。听见了吗？娘。这玉佩居然出现在刘府。一宇，快上车！思南哥，这次我不能跟你走了。大少爷怎么还没睡啊？这么晚了，干嘛去了？我睡不着，出去溜达一下。哦。大少奶奶，快要下雪了，您赶紧回屋吧。我来看看院子里的盆栽，别被冻坏了。您放心吧，今儿一大早我就叫人收起来了。彩月，昨日看你玉佩甚是精致，可否与我瞧瞧？好。就是它，不会错。彩月，这玉佩质地精巧，成色不凡，你是从哪里得到的？不瞒大少奶奶，
这是奴婢家祖传的。我娘出嫁时，外婆传给了她，娘死后又传给了我。彩玉，这玉佩我甚是喜欢，想找一个工匠打个相同款式，你可介意？不介意，不介意。大少奶奶喜欢，奴婢高兴还来不及呢。那可否借予我2天呢？嗯。小姐，你这玉佩质地温润细腻，色泽洁白如纸，是上好的和田玉。而和田玉中这羊脂玉尤为珍贵，若非大户人家，绝非有如此珍贵的玉佩。彩月子孙3代出身贫寒，这玉佩不可能是他的。没事。陈一宇，你没长眼睛了，还是不想活了？司令府的车都敢倒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马上走，马上走。快走吧，我爹还等着呢。来，一宇，啊不，大少奶奶，请。你不是被2少爷带走了吗？怎么还会出现在云城啊？唉，说来话长，我中途又被大少爷给抓回去了。你呢？你怎么还在这里？我压根就没想走。那你就不怕刘府的人找到你？哎呀，我从小就在这云城生活，我也不知道自己还能去哪儿。况且我在云城还有些事情没有办完。你呢？以后还逃吗？不逃了，我决定要留在这里查明真凶。真凶？没错，杀死我亲生父母的凶手就在刘府。我本是福禄酒楼首厨江淮和刘老夫人贴身大丫鬟令武的女儿。在我小时候，他们被人残忍杀害了。不过没关系，现在终于有线索要浮出水面了。你看这个。一宇，我查到了。我问了集市上的老人，5年前刘老爷召集全城最有名的工匠，选了块上好的和田玉，为大少爷打造了这枚独一无二的玉佩，作为他18岁的生辰礼。大少爷，据说大少爷的生母刘夫人生前风华绝代，和刘老爷更是伉俪情深，因此刘老爷对大少爷格外宠爱，满城皆知。恐怕就是老爷对大少爷的百般溺爱，才会使大少爷恃宠而骄，跋扈嚣张，以至于闯下祸端。夫君几日都不搭理我，可是嫌弃我了？当初是谁非要死乞白赖的抢我进门的？你又不是恨我，这难道不是你希望的？夫君，你我成婚多日，还未曾行夫妻之实。今日良辰美景，不如……夫君，我想通了。刘家家大业大，你是家中长子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刘思南，他毕竟有名无实，作为你的夫人，是我3生有幸。之前是我太不懂事了，还请你不要和我一般计较。你干什么？活。
火了，来人啊！着火了！着火了！着火！别过来！你别过来！他你还记得吗？是你的吧？各位请坐。司令啊，这是我与你娘亲给你的生日礼物。谢谢爹，你要多谢你娘亲的养育之恩呐！啊，谢谢娘。原来刘家大少爷也有害怕的时候。说，到底是不是你的？我不知道！我不知道！大房间起火了！快啊，走水了！夫君，你没事吧？大少爷，你没事吧？有火！有火！大少爷受到了惊吓，快去请郎中瞧瞧。是，大少奶奶。一宇，司南哥，这是你让我找的慢性毒药，你用它做什么？我找到杀害我亲生父母的凶手了。谁？就是刘司令。怎么可能？我大哥虽然他平时虐待苛责下人，但是他至少……你就别再为他开脱了。我知道你们兄弟血浓于水，但是我已经查清楚了，就是他杀害了我的亲生父母。你愿不愿意帮我？既然我大哥做出如此之事，自然是罪不可恕。不过一宇，我最担心的还是你的安危。哎，这是怎么了？昨日大少爷房内起火，大少爷受惊，今日一直高烧不退。老爷正在发火，说是大少爷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，要我们全都陪葬。我去看看。大少奶奶回来了，你先下去吧，我来照顾她。是。手怎么这么烫？快喝药吧。让刘司令出来！陆爷，有什么话好好说，不要动刀动枪的嘛。赶紧让那个疯儿子出来，不然我就不客气了。什么声音？好像是枪声。干什么？我还没死，这是要干什么？哎，我的大少爷，您可不能出去啊！为什么？现在巡捕房的人正在到处抓你，老爷也正在气头上，您现在出去可就惹了大麻烦了呀！嘿，刘老爷，不好意思，多有得罪。有人举报，近几日刘司令在街上打死一名小贩，我是奉命来抓他。
刘老爷，我们知道的，您在云城啊是家大业大，可这种事情发生多了，也不觉得难听是吗？那司令给您面子，您也要给司令面子呀。前元，可有此事啊？老爷，确实听过。老爷，你醒吧，别动尿。这位兄弟啊，我们老爷身体不好，若是气坏了身子，大帅追责起来，你们也不好交代。这样，你们先回去，我跟老爷商量一下，定给你们个说法。说对。把那个孽畜带来。老爷，大少爷受到惊吓，高烧未退。八郎，去把司南叫来见我。是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快喝药吧，再不喝都凉了。少奶奶，又怎么了？老爷喊您过去一趟。我？爹，幸亏思南这孩子啊孝顺，这些天贴心照顾老爷。是啊，否则我该被那个逆子气死了。叶雨啊，来，来。孩子，让你嫁给司令，委屈你了。说到底，都是我对不起全帆呐，都是怕我死后无人照顾那个逆子，你爹才让你委身嫁给司令。希望你不要责怪你爹，也别怪那日我责罚于你。老爷，您别说了。我现在考虑清楚了，我决定把酒楼交给司南大